呢幾個人到底邊個係佘詩曼嘅緋聞男友呢？答案片內會公佈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娛樂台。今次嘅女主角就係3秒事後嘅佘詩曼。佘詩曼中6去瑞士讀酒店管理，學咗德語，所以拍劇嘅時候佢就有機會 show 下德語。大學畢業後，佢同台灣初戀男友分手，返香港嘅時候，準備去夏威夷嘅媽媽同佢講：我唔返嚟。夏威夷，哇！夏威夷 ，Welcome to Hong Kong。之後就好似電視劇咁，電視響起港姐音樂。係因為你唔翻嚟，我就去選港姐咧咁啊！即係咁啱啦，咁啱嗰個電視機嘅音樂就響起啦，港姐嗰個噔噔噔嗰個，跟住媽咪就話：喂，不如你試下啦咁。佘媽媽以前係 DJ， 所以好早就識咗陳百祥同曾志偉。佘媽就問陳百祥：女仔想入娛樂圈應該點做最好？點樣嘅途徑最好？咁佢叻就話。女仔就選港姐，男仔就讀訓練班。但係嗰屆港姐是非多，小透明嘅佢，因為曾志偉常叫佢翻版劉嘉玲，先開始有媒體注意佢。你好，你好啊，劉嘉玲。再加上問答環節出色嘅表現而得到季軍。11號，佘詩曼小姐。佘詩曼小姐，芳齡22歲。身高5尺5丈咧，就希望成為一個成功嘅藝人。嗰年出咗個兩女爭一夫嘅烏公奇案，男主角咧就係烏有正七海化工同海馬集團老闆，就係電視劇經常出現嘅嗰張床墊。大金豬爸爸都咁好瞓，因為佢軟硬適中，又夠彈力，唔易變形。我而家唔使再驚會瞓捩頸啦。冠軍同亞軍搞到咁大。高層只能夠俾季軍佘詩曼履行港姐嘅工作，無論記者點刁鑽問，佢都答得好得體。高層覺得呢個女仔唔錯，仲知道大金豬爸爸揾佢拍廣告。好多人話佢運氣好，但係除咗運氣，選擇同情商都好重要。未卸任港姐，監製李添勝咧就揀咗佢做雪山飛狐嘅女主角。李添勝係曾派，不過做女主前先拍《生命有剔2》實習。原本叫9點到助導，突然話要早到，佢盡力都係9點到。助導咧就不停咁粗口鬧佢，因為淨係得一句對白，又冇帶劇本，佢硬食。做完喺的士喊，冇投訴。工作人員話俾高層聽，高層覺得佢維護港姐形象好乖，就成為重點培養對象。其實都非常之乖嘅，因為佢如果發脾氣啊或者乜嘢，就會有損我哋高貴大方嘅形象。又冇投訴，又冇剩。仲有一次食飯，我記得我都有提呢件事，你都冇出聲，冇點名話嗰位係邊位。觀眾睇完《雪山飛狐》同《刑事偵緝檔案4》話佢雞仔聲，好過雞乸聲，就向楚原學開聲秘訣。大聲講粗口啦！點講啊？人哋隔離屋聽到咁點啊？咁樣，咁你攞份報紙嚟讀啦，讀啦。啱開始咧，好多人話佢唔識演戲。講到佢由一嚿飯到而家，終於都識做戲。我而家就變咗一包米，係咪？定係一碗飯咧？你一嚿飯。直到2000年，觀眾睇完《10月初5的月光》先接受佢。街上面見到佢，都叫佢君好。第一次入圍視後5強，同時入圍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。觀眾同媒體笑係豬肉獎。宣萱2001年拍《走是故鄉醇》，第2次入圍視後。叫你幫我都唔幫。其實《走是故鄉醇》我都好中意自己嗰年度，但我唔記得咗係邊個攞啦都。我都唔記得咗，所以要飲杯。最後係汪明荃贏嘅。佘詩曼第2次攞安慰獎。之後講緋聞啊，咁媒體用豐富多彩形容佢。你的前任有沒有超過10個？大概最久的多久？有幾年？超過3年。I love you。先講超過3年嘅陳浩文，佢哋拍電影識咗半年，開始試下拍拖。半年到啦，即係我哋出邊拍部電影啊嘛，咁啊認識咗，咁我覺得佢都幾幽默噶。2002年10月咧，爆出疑似佢哋嘅聲音對話，標題只話疑似。佘詩曼冇回應，
陳浩民好嬲話偷聽真係好可怕，呢一刻大家都知係真。後尾陳浩民講佢嘅好朋友，大家都明白係佘詩曼。My good friend，佘詩曼。2003年釘牌案，佢4次違例駕駛，第3次冇通知法院。撞車都唔係因為揸得快。阿樂小姐話你揸得好快㗎喎，佢話佢坐過呢架車。法庭發拘捕令，佢變成通緝犯。搬咗屋啊！搬咗屋，跟住我啲告票寄唔到去我住嗰度，我又唔知道有告票。跟住佢話通緝我。後來被釘牌3個月，07年又再釘6個月。嗰陣未有釘啫，大家都叫佢女車神。講翻 TVB 嗰年梁派嘅《暗夫成龍大熱》，珍姐為咗打敗梁派嘅 Jessica， 全力捧95至尊嘅張可頤做視后。唔俾收視第2位嘅洗冤錄2佘詩曼，用帝女花提名做炮灰，第3次攞安慰獎。珍姐雖然資源多，但係關鍵時刻捧其他人做視后。新成立樂派招手話加入我哋，絕對擺你第1位。04年原本傳不和嘅張可頤同佘詩曼喺金枝玉葉相遇，要求演答應嘅佘詩曼向佢請安。佘詩曼認為根據劇情冇必要請安，後來因病減戲嘅張可頤事後提名5強不入，不獲升級。佘詩曼又改跟樂小姐，珍姐嘅王牌全部冇晒，轉捧荔枝。被打壓嘅05年，佘詩曼林峰黃宗澤嘅《福與翻雲》被抽起，驚豔一槍被貶成海法劇。樂派嘅重頭劇《隨時候命》被貶到過咗台慶先播，仲要夜晚10點播。收視慘到要救亡啦！佢只能憑《美味風雲》入圍視后，呢套劇都係俾亞視救亡，俾壓制嘅佢嗰年連5強都入唔到，連安慰獎都冇。好彩呢，樂派同梁派係同派，咁所以佢都拍咗好多梁派嘅劇，比如《鳳凰四重奏》。06年佢憑《鳳凰四重奏》第5次入圍視后。從呢年開始，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呢個豬肉獎取消啦，改成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佘詩曼攞到我最喜愛嘅電視角色。佢以為又係安慰獎，有啲唔高興。嗰年一姐 Jessica 轉部投約，4大花旦時代結束，一姐個位置空咗出嚟。喺事後大熱嘅胡杏兒同佘詩曼之間，高層選擇俾佘詩曼做一姐。鳳凰四重奏佘詩曼，佢成為 TVB 第一個雙料視后。真係以為攞完頭先嗰個冇機會攞呢個㗎。能轉到敵對派系，唔單止冇得罪人，兩邊都 keep 住良好關係。第1名係佘詩曼，第2名係楊善瑤。佘詩曼做視后紅到深處自然黑，媒體話佢係集郵女星，仲有發電機電慢。電慢啊 ！TVB 分析佢講嘢就係好似撒嬌。公主可唔可以再嚟過？咁係啦，即係嗰陣時我哇喺咁頂，但係男人咧真係頂唔順㗎嘛，係咪？啲説話一阿蛇嗰啲，好嬌嬌嗲嗲嗰啲咁嘅聲咁樣。阿蛇啊，都係用個巧字形容過都。官方分析緋聞真假，第1張智霖。食月光啦，都要靚靚咧，都好擔心啊，要監場啊咁。當時阿蛇都喺度嘅，一齊食嘅。咁食完咧，我哋就走啦。我唔知點解會出現咗監場，我一定會澄清一樣嘢，對阿蛇係好唔公平。我對阿蛇係冇任何嘅，即係話我要睇實及實佢啊乜乜唔係冇啊。第2洪天明。見到你同天明哥哥喺度玩咧，佢又唔開心喎。喂，仲有玩化妝啊！玩化，一路瞓覺一路化妝啊！一路瞓喺度化妝化到天明啊！媽媽佢點解？咁洪天明，你點解會同佢傳呢個緋聞？我真係唔知喎。呢個真定假㗎？假嘅喎，真係唔知點解喎。第3馬德鐘。馬德鐘。結咗婚嘅男人我唔會嘅。馬德鐘啦，咁好明顯地咧，亦都係一個宣傳嘅效果咧，就做出嚟咁嘅嘢啦。啲緋聞啫。第4林家棟。你仲有冇打俾林家棟啊？家棟咧，即係雖然咧就個人咧比較沉實少少，咁但係見到靚女咧都係會投文嘅咁。頭4個佢都否認，佢認咗陳浩民。嗰年佘詩曼同陳浩民分手，媒體嘅講法係因為陳浩民搭上人哋嘅女朋友，佢因為陳浩民花心而分手。佘詩曼嘅講法係就開始出啲傳媒就嚟追啦，咁就開始有壓力咯。咁同埋佢都成日都唔喺香港，既然係咁樣，不如順其自然啦。最後一位林峰。
即係你哋排埋落去咧，就係之後會唔會傳佢咧？咁大家拭目以待。其實安排唔係佢，而係吳卓羲。2007年芒果台高薪請佢拍3部電影，同時 TVB 同埋央視合作《歲月風雲》，欽點佢做女主角。佢表忠心推咗芒果台，亦都因為呢一部劇同阿 Ron 傳緋聞。我就唔係喎，我同阿佘同佢拍過3套都未傳過。佘詩曼呢邊，佢唔可以憑忠心嘅《歲月風雲》提名，而係用舊年年底播觀眾早就唔記得嘅《東方之珠》。第6次入視後呢年珍姐嘅《溏心風暴》年，2008年佘詩曼嘅《法證先鋒2》連進5，強陪跑資格都冇，依然係珍姐嘅《溏心風暴》嘅米雪爺，唔能夠入視後，又到緋聞時間。佢從2007年拍《法證先鋒2》開始同鄭嘉穎傳緋聞，佢一路唔承認，因為2007年咧鄭嘉穎先至終於公開同周麗淇一齊，佢哋2008年先至分手。2008年9月，鄭嘉穎冒住8號風球送佘詩曼翻屋企，但係架車死火，一班熱心村民幫手推車，發現佘詩曼匿咗喺車裏邊，熱心村民將呢件事發咗上網，媒體就話鄭嘉穎5年溝6條女。佘詩曼力撐。以我熟悉嘅佢就應該唔係花心嘅人嚟就，以前嘅即係拍拖都好似好長時間㗎嘛，即係7、8年嗰啲嚟喎。2009年7月，媒體又拍到佢哋一齊，佢要佘詩曼先落車避。記者連佢嘅逃亡圖都畫咗出嚟，傳聞佘詩曼被踢落車唔高興，同朋友訴苦。8月15號鄭嘉穎生日，佘詩曼表明唔送禮物，亦都唔為佢慶生。傳聞鄭嘉穎同模特兒出身嘅周麗淇復合，於是結束戀情。我哋之間並無涉及任何第三者。嗰個模特兒 Lisa 最近行得好埋，你有咩睇法？歡迎係一個好人。無論佢以後同邊個一齊，我都會祝福佢。分開後嘅佘詩曼好尷尬地幫宮心計宣傳，佢憑呢套劇第7次入視後，但珍姐同陳志雲結盟，全力捧鄧萃雯對抗樂小姐嘅佘詩曼。安慰獎專業戶嘅佢啊，有2個女喜提名同女電視角色提名。佘詩曼劉3號，結果係珍姐嘅金玲攞女喜同最喜愛女電視角色，啲人話金玲搶咗阿佘個獎。吓？還人心，擁後得就可以賜我2碗飯。你有一嚿飯。10年爭視後，佘詩曼同鄧萃雯又傳不和。撞博事件，雙方各持己見噃。佢咁樣撞埋嚟，對唔對得住我哋3000員工啊？有咩？冇啊，冇撞到啊。兩位事後鬥到天昏地暗，仍然難分難解，所以呢次嘅決鬥順延到12月5號再決高下。結果都係珍姐跟過蕭紅蓮，鄧萃雯贏咗。媒體繼續拍話佢哋不和。其實也是看自己的劉海。嗰年冇視後，仲有女電視同喜愛獎、惡婆派同鹹包派。我鄭九妹個名倒轉寫，瘦包啊！都係諗住食嘅。我哋之間幾時開始變成一條數㗎？以外嘅角色嚟嘅，咁我好多謝小青姐，多謝 TVB。惡婆派嘅佘詩曼第6次攞到安慰獎，佢攞獎望住陳豪，自己攞咗女喜愛獎，等陳豪一齊攞男喜，點知臨風雙喜臨門，驚訝到揸啲嘔。講到陳豪緋聞啊，媒體偷拍佘詩曼同陳豪酒店密會，陳豪用實際行動證明冇同佘詩曼一齊。你同呢條蛇有咩關係？你自己講。今次佘詩曼態度同以前完全唔同，佢真係嬲咗，話呢啲唔係事實，踩到我底線，斥監製用誇張方式表演俾媒體睇。潘雙雙發林峰親密照，震驚娛樂圈。希望大家睇開。陳浩文喺微博公開表示手機唔見咗，記者就將親密照同唔見手機聯想。呢入邊有冇你哋嘅親密照片？佢哋唔係分手好耐咗咩？佘詩曼冇理會，媒體又追問。我哋冇親密相，從來冇影過親密相。斥監製又將親密照同唔見手機聯想。呢個好明顯係你用手機電話嘅喎，係咪真嘅？Toto？唔係啊，我之前唔見咗電話，我而家真係有電話用。今
根本就係你擺 Coco 喺余震身邊，影埋啲咁嘅相放上網，不你用呢樣嘢同我作對。呢年佘詩曼同 TVB 轉部投約，正式卸任一姐，胡杏兒接棒做一姐，五小花時代開始。佘詩曼嘅一姐時代接咗四大花旦時代同五小花時代。13年，佢同創藝製作嘅經紀人合同到期。我完全冇打算過當華納兄弟。TVB 旗下嘅翡翠東方、英皇娛樂同華誼兄弟都爭住要佢，最後佢揀咗同 TVB 旗下嘅翡翠東方。大家覺得 TVB 分公司藝人算唔算親生嘅呢？8月簽約，12月喺《使徒行者巡禮篇》就見到佢。14年《使徒行者年》，梁派臨時老大帶住孤兒仔們最後一步，佘詩曼先攞到星和雙料視后。無線電視大獎雙料視后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雙料視后，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雙料視后，成為11料視后。TVB 之外，仲有民選視后、華鼎獎視后、Yahoo 電視女藝人微博視后。TVB 之外，仲有民選視后、華鼎獎視后、Yahoo 電視女藝人微博視后，創下女演員以一套劇奪得最多料視后嘅紀錄。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多得獎紀錄保持者，佢一共攞咗一個拍檔獎、4個我最喜愛電視角色、3個女喜、一個內地視后、2個視后，一共11個，成為全台之冠。第二名呢係9個獎嘅阿姐，並列第3係羅嘉良、Jessica、蔡少芬、林峰、馬國明。16年呢，佢同 TVB 分公司合同到期，自行創立工作室。18年同古天樂嘅天高娛樂簽約，同年《延禧攻略》風光回歸 TVB 做宣傳。嚴格嚟講，唔淨止我一個，因為憎你嘅人實在太多啦，所以我只係喺嗰啲萬紫千紅嘅鐵水入邊加咗少少溫水。佢驚起嘉文無限超越班，大家中意宮心計同埋金枝玉葉，再拍 TVB 嘅新聞女王，舞陽善瑤。食瓜群眾有啲失望。國際嘅佘詩曼雖然緋聞同賺錢一樣多，但愛情路上兜兜轉轉，始終都係交白卷，全部都係戚監製嘅梗。飛升國際嘅 Chloe 雖然緋聞同揾錢一樣多，但係喺愛情路上兜兜轉轉，始終都係交白卷。姻緣快啲到，祝佢早日揾到如意郎君。